小思啊，你这个看乜改啊？啊，看你按拧整呢。哎，我在看最近又嘛田壤好看啊。啊，田养啊，哎，好啊好啊，最近啊，哎，好像圣诞节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有不少强档的那个天样要上映了。是动到田壤啊，可是是唔得看乜嘅耶？那我们先来想想要看另外一个天样啊，你喜不喜欢看电影强的片冇？哎呦，唔会啦，可能电影港片了哈，专业的好都没死哦，晚上心里都很毛毛的。我看还是不要找罪受好了。会吗？可是我觉得啊，看那个电影讲的天样啊，蛮刺激的耶。不然你会怕的话，我们看动作片。动作片哦，唔会啦，个打擂打去，唔得眼睛中做乜嘅咧？看天然哦，放松心情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那我们不就只能看文艺片哦？那冇去听文艺片啊，那动到天然美有卡通片，或是奇幻电影，因为天然嘛不丑啊。啊，这种天样我还本身你应该看的咩？你怎么那么有兴趣啊？马上规定个天然的声音，那长做在看嘞。不过说来说去，我们好像一直都在说那些好莱坞那个一个天样哎。错啊，哎。安豆有冇考虑到那看国片呢？哈，最近的金马奖、美奖嘟嘟颁奖完吗？那动熊可能动到国片动展哎，你吗？像是那个美丽时光，哎呦，有默契！哎，我长高，你长胸，我们真有默契耶！是不是因为这个里面啊都在描述一些哈嘎尼的故事啊？臭啊！虽然它不尽然是一部客家电影哦，不过它都是拍客家子弟生长的背景呢，相当的精彩哦。那动熊的款呢？嘿呀，所以啊，好好哈嘎法，支持哈嘎天样啊，才会了解我们的哈嘎文化，动神气啊！哈嘎文化，哈嘎天壤，亲神气哦。对，所以走吧，我们去看电影。好。爱宁静，爱宁静。看天壤，看天壤。電影獎嘅片呢？電影獎嘅片呢？金鐘，文藝片，文藝片。